过来看新竹一间动物园内底有一位照顾员李义春，18年来，伊对园区内犀牛照顾拢是尽心尽力，嘛甲因当作是亲人共款，培养真好的感情，所以大家拢叫伊犀牛爸爸。 看到李义春犀牛随行过来，爱因萌萌嘞。伫动物园已经照顾犀牛祖孙啊3代，李义春是犀牛通，犀牛身体安怎？问伊就对啊。有些时候它可能身体不大好，它那边会比较稀呀。会成像拉稀一样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要注意它。其实那时候对犀牛是抱持一种那么大的动物，蛮怕它的了。从怕它，然后开始慢慢跟它接触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爱。过去做这军人，李义春退伍了，因为真介意动物，就来这做动物照顾人员，一做就是18冬。即马对伊来讲，犀牛就那亲像亲人共款，所以当初拢叫伊犀牛爸爸。很多的细节都要去照顾到，然后还要去分隔出来每一只犀牛是谁，然后它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，然后另外像犀牛也会回应它的呼唤，这些很多小地方。 我觉得都对这个名称是名副其实的，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啦。其实我要讲一个，就是我没有把这边当成我的职业，其实我是把它当我的事业一样。我下班会回家，我放假我都还在看监视器，我的小犀牛怎么样？用心照顾李义春甲犀牛之间培养出互相信任的关系，嘛实现家己对保护动物的梦想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